迎各位嚟到今晚香港歷史及文化教育協會10週年會慶晚宴。咁我相信而家10年啦，再過10年之後咧，會更加成熟、更加有水準表現到嘅。嚴敬咧喺我嘅印象嚟講咧，係一個即係一個好勤奮嘅人。咁你亦係涉獵咗好多嘅範疇咁樣。嗱，總之咧就係繼續努力啊，繼續努力。咁過去10年咧，協會咧亦都交出咗一份亮眼嘅成績單，向學生、老師提供咗堅實嘅支持，為歷史教育發展以及文化保育做出咗非凡嘅貢獻。咁證明咗咧，就係話大家有熱誠投入呢份工作啊！將歷史文化中國嘅每一個點滴嘅細節咧，都推介俾年輕一輩咧，呢個熱心咧係好大嘅。嗱，協會坦白講，真係由一步一腳印，逐步建立起嚟嘅。因為模擬考試坦白講，每一年都幫到好多嘅學生。我夠膽講，協會嘅中史模擬考試絕對係全港最具代表性同埋報考人數之冠。係啦，咁所以咧，今日咧，我呢首嘅男音咧，其實就用咗協會咁多年嚟嘅一啲嘅活動啦，我哋一啲嘅過去啦，我哋一啲嘅期望咧，OK 就作為我哋歌詞嘅一啲嘅內容。回首